二公子，皇上，待处决了雪衣居士之后，这平西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微臣待家父，谢皇上恩典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怎么了？待会儿行刑的时候，千万别有所动作。此话怎讲？大家发现，今天这下面好多围观的百姓之中，有不少都是宫里的侍卫假扮的，领头的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那，看到了吧？戴胡子的乡绅模样的那个，那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啊！不好，看来皇上坚持要杀雪衣居士，正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我该怎么通知师傅他们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刑场旁边去看热闹。胡闹！万一人群中有刺客怎么办？那岂不危险了？回来，在朕的身边待着。哦。皇上，时辰已到，行刑。这，时辰到，行刑。慢着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押上来。这。慢！你又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有刺客！哎，有刺客！保护皇上！有刺客！大师傅，医患可以应对，我们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住手住手！干嘛呢你们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把他收起。哟，索大人啊，怎么是您呢？石树姑娘，皇上是怕这法场里面有刺客，叫我们悄悄的埋伏着。你说你这么一闹，你看我们都变成刺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华莲，你都是自己人，把刀收好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注意警戒啊！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石树姑娘，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这胡子没粘好啊！哎呦，啊！你看这么多官兵，怎么可能？哎，我这么一闹，爹和师傅们应该趁机下手才是啊，怎么不仅不动手，反而撤了？石树姑娘，你看我这……啊，胡子给您摘掉了哈。石树姑娘，你这倒是瞧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啊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嗯，可疑的人。对。雪衣居士，你有何话要说？草民要举报潜伏在皇上身边的奸细。好，若你能戴罪立功，朕饶你不死。这两个奸细，一个是深受皇上宠爱的笔墨诗书李易欢，另一个则是他的哥哥李建清、李太医，他们都来自明珠谷，而这个明珠谷乃是前明余孽联盟的基地之一。那你又有何证据说明他兄妹二人来自明珠谷？当然有证据。鳌拜敖大人说过，他在明珠谷埋伏有眼线，而这个眼线已经回报说过，这个李氏兄妹就是明珠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鳌拜说过此话？草民和皇后宫中的几个嬷嬷、宫女们关系甚好，是听他们私下里说的。不对啊，六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究竟是谁指使你行刺朕的？
无人指使。草民只是痛恨吴三桂引狼入室，所以才想刺杀皇上，嫁祸于吴三桂，好引发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的内战。但是草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大清建国有30余载，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安生日子，如果再有战乱，那岂不是有无数无辜的百姓死伤？草民后悔了，草民不想死，草民要揭发这2个明珠谷的奸细，来为自己谋条生路。来人，行刑取消，将他押回天牢。你俩把他带下去。索图，鳌拜那些挑拨离间的话，是你告诉皇后的吧？原来李氏兄妹是奸细的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，还真是3人成事虎，连朕都险些当真了。皇上恕罪，奴才只是在和皇后聊家常的时候，不小心说漏了几句，没想到皇后身边的人竟然把这些话都给传出去了。索图，朕知道你是皇后的亲叔叔，你要维护皇后乃人之常情，但朕也是人，朕也有七情六欲，朕身边需要这么一个知心斗趣的人。奕欢是汉女，自由定了亲，她早晚都要出宫嫁人的，她也威胁不到皇后的地位，你明白吗？皇上，奴才真的是冤枉。奴才这些所为，并非是为了维护皇后啊。奴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担心皇上和大清的安危啊。不过奴才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奴才多虑了。奴才以后再也不会如此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这索图，这雪衣居士在刑场之上说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觉得可信吗？这，说实话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信任。这，皇上，奴才觉得雪衣居士所说的话也只是道听途说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所以并不可全信。但要真是让奴才完全不再怀疑李氏兄妹，可奴才这心里的确是不踏实啊。你也倒算是说了一回实话。其实啊，朕的心中和你想的是一样的。若是这雪衣居士真的是在临死前动摇，那他就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。可是他在言语之中，分明还是在替吴三桂开脱，只是死咬着李氏兄妹不放。这就说明他和鳌拜一样，都是在打击报复、挑拨离间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朕的心中总隐隐有些不踏实。那皇上，这雪衣居士是杀还是不杀？您先留着，说不定还有用。这，你现在总应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六师傅之所以转变态度，是因为吴应奇。吴应奇？樊师妹把六师傅要在临行前出卖我们的消息告诉了吴应奇。吴应奇赶在行刑前夜，命石青红潜入天牢，见了六师傅。将军，你……时间有限，我必须长话短说。我此次前来是奉了二公子之命，他让我昭告你，万万不可揭发李义环和朱思炫的真实身份。石将军，请你转告二公子和王爷，并非我雪姨贪生怕死，想要靠出手这2人来换取生计，是因为我雪姨根本就不相信朱明联盟与王爷结盟的诚意，所以想要在临死之前替王爷除掉这2个祸害。居士对王爷的忠心，二公子心里都有数。但是他跟我说，至少在现在，我们必须要维系着跟朱明联盟结盟的关系，不能再继续互相残杀了。这是其一，还有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朱思炫可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位太子，当年王爷绞杀了永历帝，引得全天下人的仇恨和唾骂。
你现在要是再出手了朱慈炫，那不是王爷摆明了成了公敌了吗？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起兵反叛之时，那个时候谁还来响应我们？可这……所以，明天到了刑场之上，你万万不可揭发他二人的真实身份，反而还要尽可能的帮他们打圆场，为他们开脱。这不仅是二公子的意思，也是王爷的意思。王爷说了，这大好的江山，不能姓朱，也不能姓爱新觉罗，应该姓吴。好的，既是王爷的吩咐，雪姨万死不辞。六师傅对吴三桂果然是忠心耿耿，他听了石青红的话，表面上是在出卖我们，实际上却是让康熙更加认定他是在报复我们，故意在挑拨离间。我说呢，我在关心的人中看见樊姐姐匆匆忙忙过来，跟我爹还有师傅们耳语了几句就都走了。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吓死我！我差点脚底抹油就溜了。我也是在吴应期到刑场后，他趁着康熙不备悄悄告诉我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那石青红是怎么潜入天牢的？吴三桂可不是吃素的，他跟鳌拜一样，在朝中苦心经营情报网络这么多年，朝中的文武百官乃至宫中，都有他的眼线，而天牢中就有一个牢头，早就被他收买了。想不到这个吴应奇居然能真心帮咱们。他帮的哪是我们，他帮的是他爹吴三桂。他知道撤藩势在必行了，所以故意拿出点诚意来笼络我们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总算是有希望了。皇上，奴才斗胆问一句：皇上为何还觉得心里这么不踏实？让皇上觉得心里不踏实的地方，也许正是李氏兄妹的可疑之处，也许正是查清真相的突破口啊。首先，他们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朕曾多次试探，他们兄妹二人都不肯交代。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老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些不愿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。虽然朕一直安慰奕欢，说朕相信他们兄妹二人，但是朕心里一直有一些放心不下。后来去了山西微服私访，他们兄妹二人一身正气，一心救护朕，朕这才打消了疑虑。可是，此次雪衣居士又提到鳌拜所言，说他们兄妹二人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让朕想起了他们兄妹二人的一个疑点。哦，皇上说的疑点是什么？朕总觉得他们兄妹二人不像是兄妹关系。不像是兄妹关系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，每当朕与奕欢在一起有亲昵之举时，这李太医看朕的眼神都有一些奇怪。有些奇怪？怎么样的奇怪？那种感觉很微妙，朕说不上来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哥哥的反应，倒像奕欢是他的恋人，他在吃醋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想对朕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了。虽然后来奕欢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他的哥哥又重视门风，担心他做出有违妇道之事，可朕还是觉得很奇怪。会不会，这李太医
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其实，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。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了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易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例如易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易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真是圣明。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夺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各地府县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会有些隐秘不报，所以朝廷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，还请皇上多些耐心，多给奴才一点时间。建清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跟易欢到底是不是真的亲兄妹啊？自然是真的兄妹。叔父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哎呀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我？其实你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关系有点奇怪，我就没往深了想。今天听皇上跟索额图所言，他们也怀疑你们不是真的兄妹，我这才起了疑心。康熙和索额图怀疑我跟易欢不是真的兄妹？不错，建清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跟我说句实话呀？不错，我跟易欢的确不是亲生兄妹，我只是义父的养子，易欢才是义父的亲生女儿。义父从小就为我和易欢定了亲，我们是未婚的夫妇。啊？你们，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妾身要向皇上请罪，妾身不该把三叔透露给妾身的消息口无遮拦，说之与下人知道。妾身没能约束好下人，致使下人以讹传讹，误伤了皇上的心爱之人。妾身向皇上请罪。罢了，朕知道你也是为了朕好，关心则乱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你这坤宁宫应该是6宫的表率，朕不希望它成为后宫谣言的起源。妾身知错，绝不再犯。响鼓不用重锤，朕知道皇后一定会引以为戒的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！我这条老命啊，就搭在你们手里啦！你们哪里是我的亲人呢？你们分明就是我的索命无常啊！叔父不必担心，眼下康熙对我和易欢也都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实据，而我们已经拿到了铜匣，
完成了清查内奸的任务，继续留在紫禁城里，不过是为了打探消息而已。一旦发现情势不对的话，我们会立即撤离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你的。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事情的发展，你们根本就控制不了。就好像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，可现在又不知不觉的被卷了进来。哎，叔父不必担心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同时保住义父他自己的脸面，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联盟的其他人。眼下知道这个秘密的，只有我和易欢，还有倾城一共3个人。哎，你们干嘛来认我这个亲？你们不该来认亲。哎，你们不该来认亲。皇上看起来似乎很疲倦。朕这几日都未曾睡好，有时候明明觉得很疲惫，却是偏偏无法入睡。皇上是太过于操劳，伤了元气，可要太医来瞧瞧。不用了，朕是心里有事，所以觉得很焦躁，找了太医也是无用的。皇上是为了世淑姑娘的事情而烦恼。其实不要说皇后，还有索额图，就是朕的心里也是隐隐觉得不安的。皇后，朕自亲政以来，一直忙于国事，无法陪你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朕对你的宠爱也许不是最多的，但你一直是朕最信任之人，这你可明白？妾身明白，妾身对皇上的信任很是感激。妾身只是恨自己无能，无能替皇上分忧解愁。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去调查李氏兄妹的关系了。只要一天不确认他们2人到底是不是亲兄妹的关系，朕这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。只是此事不是一朝一夕能查出结果的，所以朕的心里也很是焦躁。原来皇上是为了这个而烦恼，想要测试李太医跟李易欢是不是亲兄妹。妾身倒有一计，可以立竿见影。说来听听。不知道皇上是否愿意为李太医做一次媒人？好计啊！皇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皇上，让妾身为您更衣吧。皇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。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真的有好戏看啊！朱哥哥，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，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！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！太医不都是些7老80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哎，
太医，太医，他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猪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这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呢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喏，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来的艳福啊？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，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，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哎，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
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，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你们看，这只并蒂莲开得多美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花开并蒂，寓意着阴阳和谐，这是吉祥之兆。李太医啊，咱们大清的姑娘，个个性格外向开朗，不那般拘谨。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兰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李欢，你昨日跟朕说你自幼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，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觉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。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。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立良言。但没有想到，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
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皇上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太医院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值。原本啊，朕今天是要给你当一回红娘的，只可惜你拒绝了朕。但是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劳烦于你。皇上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这件事情跟死是万万挂不上钩的。朕就是想让你帮你妹妹退婚。 给朕当一回红娘。皇上，有关此事，欢妹和皇上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我们虽然是寻常百姓人家，但是最重信诺，这婚约退不得。更何况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世人必定会说，皇上强抢人妻，有损皇上圣誉。臣实在不敢。朕知道奕欢有婚约在身。 但是，这个未婚夫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对奕欢不管不问？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未免也太不把奕欢放在心上了。皇上，这婚事是奴婢的私事儿，您问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欢儿，你就别再否认了。你与朕明明情投意合，就像你给朕绣的这个荷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个。 是奕欢第一次做女工，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才绣成。这一面绣着两只鸳鸯，一面绣着他与朕的小象。朕乃是天子，也知守礼法，不会强抢民妻。奕欢若是不喜欢朕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既然奕欢喜欢朕，又不愿意嫁给他的未婚夫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欢妹。 如果你真的是移情皇上的话，那为兄就……朱哥哥，我对皇上是有一份情谊在的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紫禁城，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为什么？但是你在山西的时候，你明明……山西之行确实改变了我对皇上的成见。可当我再次回宫以后，我再度看清，这里不会是我永久的归宿。 索土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氏兄妹二人所言属实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二人回答的得体，并无明显的破绽。只是奴才这心里跟皇上一样，总觉得他们俩不像是纯粹的兄妹关系。这李太医有婚约在身，应该不假。只是他口中的未婚妻，却耐人寻味。莫非？ 这未婚妻指的是世淑姑娘，而这强行介入者，指的是皇上您。哎呀，这无凭无据的，奴才可是忘意了。你必须尽快按照朕上次说的方法，查实了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。这。 德福，听建清他们说，你有要事要找我，到底什么事？德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把建清跟奕欢撤出紫禁城吧。你们要光复大明，我管不着。我只求你们不要连累我。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连累你。你甘愿做大清朝廷的奴才，我管不着。咱们各干各的。 各听天命，大哥，
可是建清跟易欢他们现在在宫中的处境十分危险，皇上已经怀疑他们不是兄妹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听到易欢向我禀报过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都瞒着我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明明给建清和易欢已经定了亲，却还把易欢派去皇上身边行使美人计。易欢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建清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他的言行之中难免会露出破绽。长此下去，他们二人身份必将暴露，到时候你叫我这个亲叔父该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易欢对康熙那个小皇帝动了真情？快起来说话！大哥，此事万万耽误不得，若不尽早把他们撤出紫禁城，必出大祸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我保不住他们两个，就连我自己，也是自身难保。好，我马上把他们两个召回来，把这件事情问问清楚。易欢，康熙果然是对你言听计从，延迟了撤藩。这样，吴三桂也该相信我们跟他的结盟是有诚意的。不是的，爹。虽然康熙很宠我，但是他很有主见的。他同意推迟撤藩，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他自有打算。哦。晚一点撤藩也好，希望他们双方准备的时间越长越好，这样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才会旗鼓相当。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来收拾残局，一举把大明的江山光复了。倩影和默笙也随吴应奇去滇都了。为了大局着想，我们现在只有暂且放弃所有的恩怨，与吴三桂联手抗清。晋王还有事要跟太子和易欢他们谈，我们暂且回避吧。啊。爹，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跟朱哥哥说啊？干嘛非让几个师傅回避啊？爹接下来谈的事情，是有关你们的名节。如果几位师傅在场，你们会很尴尬，所以他们就先回避了。义父，你想谈的是你跟易欢的婚事。易欢，爹且问你，你潜伏在康熙身边，每天与他朝夕相伴，是否对他动了真心？欢妹，你别误会，我从来没在义父面前说过什么。爹，您瞎猜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对康熙动真心啊？当真没有？当真没有。我虽然对我的龙小弟很好，几次三番的救他，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，那不还是因为你说的吗？你说让我博得他的信任啊。太子，易欢的话我不敢全信，我只相信你。你告诉我，易欢有没有犯浑，与康熙假戏真做了？义父，孩儿不敢欺瞒你，欢妹年少无知，确实曾险些被康熙的假仁假义所迷惑。但自从康熙言而无信，放过了隆德多、阿必齐等8旗权贵后，欢妹就及时醒悟了。现在欢妹对他，就只是虚与委蛇，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委曲求全。太子能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易欢，我要警告你，你平时任性妄为倒也罢了，但万万不可在大是大非面前犯浑。康熙这个大清小皇帝，不但是你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更是全天下百姓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倘若你真的对他动了真心，不但是背叛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更会被天下人所唾弃。爹，皇儿知道，皇儿不敢。欢儿，你身份特殊，你是我大明，你是我李定国的女儿，更是未来的太子妃。你若真的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，那爹只有先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。义父放心，有我照顾欢妹，她一定不会犯错的。
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亲手杀了康熙，永绝后患。哎，诗书姑娘，皇上昨天晚上收到2封加急的奏折，连夜召集文武大臣商议，直至凌晨放散。皇上累坏了，就在龙椅上睡着了。皇上今日睡眠轻，千万不要去打扰他。什么急奏啊？值得皇上熬更守夜？好像有一封奏折是跟吴三桂有关，皇上看后龙颜大怒，把奏折全给撕了。还有一封奏折是跟江淮水患有关，皇上一直眉头紧锁，至今尚未舒展。我知道了。焕儿，你身份特殊，你是我大明，你是我李定国的女儿，更是未来大明的太子妃。你若真的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那爹只有先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。龙小弟，是我。老大，是你啊？怎么天都亮了？你还说呢？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龙体，赶紧回寝宫好好睡一觉吧。老大，还有这么多奏折没有看呢，朕怎么睡得着呢？你来的正好，帮朕磨磨吧。龙小弟啊，刚才你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在老百姓眼里啊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皇上，威武尊贵。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朕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鳌拜要行刺朕，朕抓住了一把匕首，没料到匕首却被他反夺了去。一醒来，才发现是你把朕的笔给拿走了。龙小弟，你8岁登基，如今才亲政，在过往的岁月里，你一定受到了很多惊吓和委屈吧？一定过得很不容易。不容易。不管是老百姓，还是达官贵人，或是天子，都各有各的不容易。只不过朕的不容易啊，不能轻易告诉别人。朕的内心哪怕是再脆弱、再痛苦，都必须得藏起来，必须以最光鲜亮丽、威武的一面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。现在没事了，那个鳌拜已经被你捐尽了，再也不可能威胁你了。你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是啊，鳌拜是除掉了，可是还不知道有多少危险的事情潜伏在朕的身边，所以朕的这根紧绷的弦呢，还是不能松弛下来。诗书姑娘，李公公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你还是想办法，赶紧撤离紫禁城吧，不要留在皇上身边了。叔父，你是说，索额图跟皇上可能发现什么了？哎，你要是等皇上跟索额图发现了什么，
那就全完了。铜匣不是找着了吗？内奸也清除了，那你还留在这个紫禁城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离开紫禁城，可是我爹不让。哎，你爹呀，是想让你留在皇宫里去打探消息，他是说什么也不相信。你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是叔父我把这一切瞧得明明白白。哎，要是继续留在这紫禁城啊，你不但会连累叔父我，就连你跟剑清的小命儿，早晚也得给搭上。叔父，奕欢，叔父是不想离开这紫禁城了，因为我是个太监，没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就算我有再多的钱，也会被人嘲笑，被人羞辱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！你看，你从小就生活在乡野，自由自在，你年轻又美貌，而且还有剑清那个文武双全的未婚夫婿，你何必贪恋皇上的一时恩宠，而留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？哎，叔父都是为了你好。龙小弟，老大我久居深宫，早已没有了出入宫时的乐趣，反而如鸟入囚笼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老大去也，勿追勿弃勿恼，各自珍重。皇上，会不会是李易欢他们兄妹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现在逃走了？皇上，李太医来请平安脉了。宣，这他们兄妹二人要是想逃走的话，肯定是共同进退。岂会奕欢自己一个人逃走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不要妄下定论。这，微臣参见皇上。李爱卿，你知道奕欢去哪儿了吗？奕欢，他今天不是当值吗？那他应该在永乐斋，或者是去了永和宫找丽妃娘娘。他出宫了，看来他这一次出宫，连你都没有说。看看吧，这是奕欢留给朕的信。欢梅，想不到你居然会不辞而别。李爱卿，你知道奕欢大概会去哪儿吗？臣妹自幼性情顽劣，常常离家出走，臣也不知道他会去哪里。这样，你多带一些人手，凡是他有可能去的地方，你都找一找。微臣遵旨。微臣告退。奇怪，这奕欢为什么会连他哥哥都不说，就一个人出宫？皇上，也许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有消息了。带的什么？就一个包裹。去，查着那两个人。哎，你站住！龙小弟，朱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了，我也不想光复大明了，我要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。你说什么？奕欢出走了？是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也没有告诉义父和诸位师长，只留给康熙一封信，
说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，想要出去逍遥自在。这不应该啊！小师妹虽然平时任性，但她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。她怎么可能突然放弃任务，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也许她还是放不下对康熙的感情，又自知无法向我交代。她不想夹在我们2个人之间，左右为难。以她那不管不顾的个性啊，就干脆一走了之了。大师兄，你不必难过。我看小师妹未必是对康熙还放不下，也许是她看康熙对你们2个起了疑心，所以故意闹这么一出戏，试试康熙。倾城，你不必安慰我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但他秉性纯良，绝对不会算计他人，尤其是他真心对待之人。其实，这次从滇都回来，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想当年，我曾百般求他为我做一个荷包，他都懒懒的不肯答应。可一看到他给康熙绣的那个荷包，虽然针法拙劣，却显然极为用心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李太医，等一等。建清，你不要再找易欢了，他已经离开紫禁城，他的离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是你劝易欢离开的？是啊，建清，你要是真的爱易欢，就不要让他再回来了。你最好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你们在外面早点成亲，多生几个小孩，这样他慢慢的就把心思从皇上身边收回来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们的光复大业未必能成功，而你也永远会失去易欢了。皇上出宫了。皇上一看到李易欢的信，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居然命妾身的叔叔带着几个侍卫随他出宫去追寻李易欢了。真是不成体统啊！易欢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二位，里边请。这菜不错，放点吧。客官这边请。来。哎，小二，有没有环境好点的雅间儿？啊，这边。来，那边。兄台，拼个桌。不行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别的地方吧。二位，您的烤鸭。老大，是你吧？不是我。二位，慢用。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。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，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。哎。老大！哎呀，别住那竹子，不能跳啊，太高了。大柱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啊！追啊！传家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。
哎，主子，慢点！哎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！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！哎，啊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啊！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，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，50两，60两，60两，100两。100两都够我娶媳妇买地，生2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！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！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个人，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啊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。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！哎呦，皇上啊，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主子，东边客栈找遍了，没有。主子，西边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也没有，北边没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，用点心啊。主子，会不会世叔姑娘她根本就没在这镇上休息，连夜就赶路了？不可能，她你还不了解吗？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。这倒是啊。不过主子，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、客栈什么的？那倒是有可能。索图，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？在江湖行走，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：1偷2抢，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赌博。行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